一辆白色保时捷行驶在国道上，下一秒以高速猛烈追撞前方的施工缓撞车，巨大撞击力道导致车头严重溃缩，引擎盖扭曲，零件散落一地。事发就在30号上午9点多，国道3号北向南投路段，32岁的张姓驾驶疑似因为开了辅助驾驶功能，就未注意车前状况，才追撞前方内侧车道的南投公务段施工缓撞车。警方获报后，警改。一辆白色保时捷行驶在国道上，下一秒以高速猛烈追撞前方的施工缓撞车，巨大撞击力道导致车头严重溃缩，引擎盖扭曲，零件散落一地。事发就在30号上午9点多，国道3号北向南投路段，32岁的张姓驾驶疑似因为开了辅助驾驶功能，就未注意车前状况，才追撞前方内侧车道的南投公务段施工缓撞车。警方获报后，警改。